根据统计，受到虐待的囡仔、青少年个案当中，有要到2成，其实是有亲像过动症或者是发展较慢等等这状况。今仔日卫福部就召开记者会，呼吁家长，若总是发现到这囡仔有特殊教育的需求，会当去家庭教育中心或者是亲子馆来咨询，卖当带囡仔去门诊接受评估，甲要治疗。唔通讲这囡仔用教教袂听，就用拍用骂来教育。一般人无论是要上课、要上班，拢会思考要行什么路线，才会当顺利去到正确的位置。不过，这对 ADHD 注意力不足、有过动症的人来讲是真困难。有患者分享细汉时，伊阿母叫伊去买豆油，但是伊随着因为叫蝴蝶虫拖，伫咧社区灵动性2点钟。伊表示，恶转性的症状，互伊的成长过程食真侪苦汤。其实专注力不足，它其实影响不会只有在学校，它在你的职场生活、你的人际适应。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。那它其实让我失去了很多人，失去了很多期待，受了很多伤。那服药之后，我一点一点的建立自信。林鑑有表示，透過藥物治療甲生活訓練，互伊會當和一般人共款生活。後來，伊去做社工服務特殊需求的囡仔，不過嘛發現未少家長在管教過程有情緒失控的問題。根據衛福部2024年的調查，受虐待兒少案件當中，囡仔有過動發展慢的個案佔約2成。衛福部呼籲家長，若準發現囡仔有特殊的狀況，比如惡專心、尿動無時停，還是語言發展慢等等，攏通帶囡仔到門診接受評估。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身心的状况，那需要的是治疗，而不是你用这种打骂方式来处理。如果是早疗，6岁以前都是早疗，那早期疗愈基本上他都在医院里面，从这个通报到这个诊断，好，然后到治疗，都健保的部分都有给付。对，这个都是不用钱的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有通报6岁以下儿童发展慢的干那4.3%，接受疗愈的才2.7%。卫福部表示，针对特殊需求的儿少，有做线顶的教育影片，互家长参考。若有进一步咨询的需求，嘛通到徛街附近的家庭教育中心、亲子馆等等，正确认捌特殊需求，互囡仔和家长拢通建立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。记者卢尚珠、柯编辑台北报道。